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立法院今仔日選委員會調集委員，南北黨團繼續合作，國民黨讓出到經濟調集委員給民眾黨。另外，民進黨這邊講林月琴甲陳瑩攏咧搶維權委員會調集委員，人選一直超別好勢。國民黨的立委陳真久真怨氣，講是咧浪費大家時間。未還的民進黨的召委還沒有辦法確定哦，那我們國民黨的委員都等在這邊，真的是蠻耗費大家的時間。但每1點鐘早就超過標定時間9點，國民黨立委王玉敏忍袂落去下，要求民進黨趕緊送到推舉書。你推舉書邊上了哈，我等6分鐘哈。民進黨團總召蔡其昌進行敲電話爭取時間，因為直到上尾時刻，維權委員會民進黨調配人選嘛是還閣超別好勢，傳出原本黨內由林月琴擔任，但仍煞半中站表達強烈意願，予委員會空等1點鐘，將規尾才完成協調。延續合作慣例，國民黨讓民眾黨經濟委員會調配，不過根據了解，立委洪玉祥直到昨中晝個掠准講是由國民黨鄭天才擔任，直到南北黨團達成共識，當即推殺洪玉祥。因為是比較新手嘛，所以想要去拜訪這些資深的委員。那剛好天才兄也是有空，我也是收到這個 LINE 的這個訊息。那應該是我們這個黨團的一個協商，我想也是非常感謝國民黨哈，在這一個禮讓。另外，有關各項特別條例含對台灣軍購法計稅授權，各項外交委員會決定由民進黨立委陳冠廷、國民黨立委馬文君擔任調會，外界關注敢會優先排案審機。本委員會我們自己本黨也增加了相關的席次，在表決的時候，大家可以發揮關鍵的這個意見。韓院長有可能會參與投票嗎？可能如果有必要的話，都有可能。傳出立法院長韓國瑜可能在必要的時參與表決，馬文君嘛講攏有可能先回去調下攻防，先開序幕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